喂，各位聽眾，朝頭早港股好似跳樓價咁大劈價，500點唔見咗影，仲慘過我阿婆唔見咗張身份證。哇！間花呢 view 圖書館搞到個社區雞犬不寧，簡直係飛心風暴現實版。話説個鎮長同埋班議員諗住拆咗依家間圖書館，搬去間仲未起好嘅 K-12學校入邊。你話騎唔騎呢？恒指依家跌到好似係親買魚蛋，濕濕碎碎。個市正過墳場，仲衰過我銀行戶口嘅利息。你諗下，搬間圖書館啫，搞到咁大陣仗，使唔使出動埋解放軍啊？港股收市跌3.2%，即係你今日開市買入，依家就好似喺賭場玩錯寶，買大細，連開10鋪細，慘到阿媽都唔認得。喂，講返間圖書館，話就話搬啫，鬼知佢哋想點？可能想慳錢，又可能想搞啲新意思，總之就唔知佢哋盧莫買乜藥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仲諗住喺呢個咁刺激嘅環境下投資，記住買定幾打平安符護身，或者乾脆唔好開個交易 app，眼不見為淨。講起圖書館，各位聽眾記得得閒去支持下，唔好等佢變成歷史文物啊！喂，各位街坊聽住啦，今日講到啲寫字樓精英又嚟了啦，話知你朝頭早飲咗幾多杯齋啡，都提唔起神啊！事關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 TEI 啲冰今年多過前2年，聽落好似環保鬥士嘅勝利咁，但係咪真係咁簡單？嗱，加拿大公園管理局 Parks Canada 班友仔就眼金金咁甜實嗰啲冰，話今年啲冰多咗，但係啲專家就話唔好咁開心住，因為冰期縮短先係大問題。你哋諗下，啲冰就好似你屋企度防盜門咁，擋住啲冬季風暴，仲可以防止海岸侵蝕㗎嘛。依家啲冰提早收工，咪即係你除咗道門，任由啲賊佬入嚟抄嘢咁咯。咁點解啲冰會越來越少？唔使問阿貴都知同全球暖化有關啦。班科學家成日喺度講氣候變化，講到口都乾，但係又有幾多人真係聽得入耳？所以話唔好以為加拿大啲冰事不關己，其實就同你碗仔姐入面啲碗仔一樣咁重要。冇咗佢，你咪飲空氣。總之，今次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唔好淨係掛住返工賺錢，都要關心下個地球。如果唔係，遲早連棟樓都俾海浪沖走，到時喊都無謂啦。喂，各位聽眾，晏晝好！今日美國單嘢真係精彩過 TVB 啲膠劇，阿侵特朗普又嚟料啦，喺司法部搞咗場凍局笑。咪以為佢轉行做諧星，佢依然係嗰位咁有個人風格嘅阿侵。呢幾日嘅戲碼，直頭係權力遊戲嘅現實版，劇情反轉再反轉，比坐過山車仲刺激。你話佢估唔到，鬼先信。佢咁嘅人，永遠覺得自己係宇宙中心，其他人全部都係嚟襯托佢嘅綠葉。講返阿侵嗰場演講，哇，真係字字珠咁，句句都肉。但係你估下佢講乜，咪又係嗰啲嘢咯。話自己好勁，話其他人好廢，總之千錯萬錯都唔係佢嘅錯。我諗佢連呼吸都會話係上帝嘅旨意，真係服咗佢。總之呢，阿侵一日未收工，世界一日都唔會太平。嗱，各位記得執生啊！如果聽完覺得好笑，咁就當我講咗個爛機，開開心心返屋企食飯啦。喂，各位聽眾，你哋估下今日有咩奇呢嘢？安大略省啲議員大佬可能要加人工啊！加人工啊！聽到冇？唔係我哋升職加薪，係佢哋。哇！太陽從西邊升起啊！安省啲議員人工10幾年冇喐過啦，擺明就係扮清高嘛！依家話聯邦議員，仲有格里多倫多市議員，袋袋平安都多過佢哋，唔係啩？咁咪即係話佢哋連格里斯拿買餸錢都唔夠？喂，唔好以為我哋唔知。你哋平時開會咪就係喺度玩手機傾閒偈嘆免費咖啡，依家仲想加人工，不如諗下點樣幫我哋啲打工仔加人工仲實際啦。講真，如果佢哋真係加人工，我諗我會考慮移民去火星，起碼嗰度嘅空氣清新啲，啲政治人物應該未咁厚面皮啫。所以話聽完呢個消息，你哋今日揸車小心啲啊，唔好太激動撞車，最好買張彩票，萬一中咗，起碼可以安慰下自己嘅心靈。拜拜。喂，各位聽眾，朝早起身係咪覺得精神奕奕啊？嗱，醒定啲，事關美國佬又出招啦，加關稅搞到啲加拿大人諗緊仲去唔去美國玩？哇！咁加拿大啲旅遊業就梗係驚清啦，班老細即刻彈起身，話安大略省不如學嘢，恢復疫情嗰陣嘅退稅優惠，益下啲本地人，等佢哋留喺屋企附近鬆一鬆。
你話係咪好笑？美國佬加關稅，加拿大啲旅遊業就想政府派錢，簡直係攞苦嚟辛，又想揾着數。咁如果恢復退稅，又益到幾多人呢？分分鐘只係益到一小撮有錢佬，去啲高級度假村嘆世界啫。我哋呢啲打工仔，咪一樣喺屋企煲劇食杯麵咯。總之呢，聽到呢啲消息，我就覺得個世界真係荒謬。不過都係嗰句啦，無論發生咩事，最緊要自己開心，執生啦，各位。喂，聽朝起身唔係啩？埃德蒙頓又爆麻橙啊，仲慘過我買錯股票，一鑊熟。多倫多就話啫，2019年得2單麻橙，以為好小事，咪傻啦！平均每年都5單㗎，好似你阿媽煲湯咁，總有啲渣龍㗎嘛。而家輪到埃德蒙頓，聽講已經確認咗13單，仲有2單喺埃德蒙頓區。哇，13點啊，即係麻雀台上摸13咁巴閉啊？唔係啊，係13單麻橙啊！簡直係麻疹開 party 咁熱鬧，公共衛生官員仲要發警告，話有潛在風險。唉，都唔知點講好。呢個世界真係比我阿婆嘅走文仲要多變數，所以話各位鄉親父老出街記住戴口罩，打齊疫苗，唔好懶醒扮超人。萬一中招，咪好似我咁要喺屋企焗住，想落街買碗雲吞麵都唔得，慘過梁朝偉獨守空房啊！喂，各位街坊，晏晝好。聽講今日 Tim Hortons 又嚟了啦，唔係講啲乜嘢新口味咖啡，係講佢個 Roll Up the Rim Contest。有個滑鐵盧大學嘅教授，唔知係咪太得閒，又走去研究點樣 roll 先最着數，話佢計掂數可以免費嘆67杯咖啡，仲有27個冬甩。哇！聽到我都流口水。不過今年 Tim Hortons 玩嘢又搞返實體杯，即係要你真係用手去搣，咁就複雜經。好似我啲數學咁，一時掂，一時唔掂。諗深一層，佢咪又係想你買多啲嘢飲，等你有機會搣多啲。所以話想靠 roll up to win 發達，不如買張6合彩仲實際。不過都係嗰句，小賭怡情，大賭變李嘉誠。各位小心啲使錢啊！喂，各位聽眾，食咗晏未啊？嗱，聽住啦，今日新聞嘅頭條簡直係攞你命3000咁精彩。立法會嗰位何議員又出招啦，今次佢唔係唱歌，而係關注 NGO 非政府組織嘅荷包仔，問政府有冇計仔捉佢哋係咪收咗外國勢力嘅黑錢，簡直係想掘地3尺，睇下人哋有冇糖金屋啊！你估點樣先？保安局長鄧炳強話維護國家安全係頭等大事，重中之重啊！聽到未？即係好似周星馳套戲咁，攞住尚方寶劍斬妖除魔咁款，但係呢，佢又話相關資料係維護國安嘅機密，唔公開。哇，大佬啊，咁即係點？蒙查查咯，好似男人摸象咁，你想估下都冇得估。你話呢個世界幾咁荒謬？問你攞證據，你話係國家機密，咁咪即係話佢講乜就乜咯？咁不如直接講，以後 NGO 使錢要報備，仲要過埋保安局長嘅眼先得啦，咁咪仲乾脆。喂，講到尾 NGO 都係做嘢啫，如果真係有問題，咪光明正大攞證據出嚟咯，遮遮掩掩，反而令人覺得鬼鬼指使，好似你喺街邊偷嘢，又唔想俾人見到咁。所以啊，各位聽眾，以後聽到 NGO 嘅嘢，記得醒醒定定，唔好咁易俾人帶咗風向，自己判斷至緊要，記住。千祈唔好做還撐嘅人啊！好似嗰啲喺戲院睇戲，乜都唔知就拍爛手掌嘅觀眾咁，盞俾人笑你傻仔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喂，朝早啲港股已經着彩彩，依家晏晝收市，咪仲慘情過啲失戀嘅欄仔。賽馬會又嚟搞震，同中旅集團簽埋啲咩旅遊發展藍圖，想氹遊客入馬場，咪即係上班大陸同胞嚟香港，唔係賭馬就係睇人賭馬咯，仲要搞埋啲研學團，唔通教佢哋點樣計馬欄，點樣睇賠率咩？講到尾，咪又係想掘深啲個銀包。我話齋，呢個藍圖唔係發展旅遊，係發展馬會嘅荷包啊！喂，聽講今日海洋公園條纜車又玩嘢啦！朝早話咩信號問題，搞到啲人上唔到山頂，真係慘過返工塞車，仲要話埋海洋列車都連檢緊，即係想上都上唔到，想落又落唔到，擺明玩嘢。哇！呢個安排簡直係天才級別嘅失敗。好彩下午4點1刻終於搞掂，纜車開返，算你哋執返身彩。不過下次記住搞好啲，唔係啲遊客嬲豬，分分鐘投訴到你哋變深海雌王。
喂，各位聽眾，晏晝好，唔好以為晏晝就天下太平。今日港股咪一樣就係彩台，好似啲嘢壞咗咁，跌到你阿媽都唔認得。固房灣居然開咗社區客廳，就話幫330個劏房戶，一年搞掂5萬人次，哇！犀利過茶餐廳阿姐麵麵啊，仲話今年加多5間，多過施政報告講嘅，總共9間，服務4000戶。喂，4000戶劏房啊，你估佢哋去客廳係為咗飲下午茶咩？不如諗下點樣解決佢哋嘅住屋問題，實際啲啦，唔好搞咁多花神嘢，得唔得㗎？喂，今日個天都陰陰沉沉，好似啲股民嘅面口咁，乜嘢股市啊，簡直係提款機嘅反面。開市唔夠半日已經跌咗幾百點，仲慘過我阿婆甩咗棚牙。聽講恒指跌咗3.2%啊，即係話你今日攞10蚊去買，收市得返唔夠7蚊，仲唔夠買個雞蛋仔。呢個市啊，簡直陰濕過回雨天。嗱，好消息係聽日話會出太陽，但係咧，各位老友記揸緊啲錢啊，唔好俾個太陽曬乾晒啊！各位拜拜，聽日見。